新北市府鼓勵企業去干那要做，無要賣勞工主體提供予員工甲因的親人住。這草案是已經送到內政部，不過因為驚講這勞工主體會變作是商品，予人轉賣，失去伊原本的意義，所以中央是已經反決提案。工業區是不少勞工生活瓦庫的工作場所，不過在厝價真懸、租金真貴的時陣，真濟員工少甲厝底人分開來生活。為了減輕勞工大的負擔，新北市府鼓勵企業來起干那所無賣的企業勞工主體，予員工甲厝底人用住入來。他們不用跟家人分開啊。可以住在一起，我覺得不錯。用租的是可以，但是租金方面可以再降低一些，民眾會比較有感。這樣，新北市的企業勞工主體規劃要用無噪音、無污染的以種的工業區，使用土地總面積不用超過工業區總面積的20%，干那所賣賣。有勞工認為，若公司會使提供勞工主體，會使降低員工大的成本壓力，比加薪水更加有感覺。要企業頭家認為講，企業勞工主體會使予員工甲親人住鬥陣，解決大的問題，對企業甲人老調咧有幫助。當然，我們現在之前推出來是先去做一個預告登記的一個部分，去限制這個企業勞工宅不能夠單獨就所謂的企業勞工去做轉售。我們是希望這樣子的方式先去做研議。儘管新北市府向內政部提出都市計劃法，新北市實行細節修正草案，不過中央煩惱講企業勞工主體可能有轉賣這問題，所以是反決。這個方向當然是可以推動、可以思考。這些土地未來使用都是提供叫做勞工住宅，還是說它可能最後就一樣會被商品化？例如說住了幾年之後，結果這個房子就可以流入市場。民間團體講，新北市不妨來看一下日本、甲德國過去都有相關的政策來做參考，解決勞工大的問題。新北市城鄉發展局是講，會繼續甲中央來溝通，讓企業、甲人才勞調咧、甲勞工的安居，甲伊結合起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